萬達廣場正對面大亞灣最靚嘅一個地段，單單日戶花園就大過劏房，而且可以朝九晚六往返香港。呢度無論係地鐵、高鐵，而且係公交咧，都係1個鐘頭可以返到香港嘅。最緊要係業主要求1個月內售出3次蝕讓價，真正嘅一個靚筍盤。跟住鏡頭一齊揭曉。前年那天，我翻閱字典，查什麼字眼，形容一件事，但遥遠天邊，是否在海角對面？直到9歲才知道兩回事。在桌上我的看見面，年輪永遠是3圈，心頭的另一邊，雕像我身上的臉，經過這些年，爺爺的手劍，泡在水裡會有潮聲蔓延。地方的茶有一種味叫做家，沒法挑剔它，口感味覺還不差。路一包的茶。手忙着走天涯，地方的茶有一種味叫做家，他們的白髮和雜事不准說話。路一包的茶像我鋪了山水畫，當早10年的風沙，現在還在掛。花城灣呢個小區咧係超2000戶嘅一個大型小區啦，佢就坐落於萬達廣場嘅一個對面，8萬平嘅一個商業綜合體咧，就好似自己屋企樓下嘅一個配套咁，係非常之方便嘅。而且呢度嘅地理位置非常好啦，咁地鐵啊、高鐵啊，包括埋公交車咧，全部都係1個鐘左右咧就可以去到關口噶啦，就快過新界去到中環咁嘅一個距離啦。咁而且咧呢度嘅一個地理位置，萬達廣場周邊咧已經全部開發完善噶啦。咁呢個小區嘅一個樓盤嘅地理位置咧，已經係無法複製。咁小區裡面咧，佢嘅一個物業費就係1個4毫3啦。咁好似游泳池啊、乒乓球台啊，包括埋咧籃球場咧，佢都係全部都係完善晒噶啦，非常之齊全啦。咁大家可以睇到園林裡面啲綠植咧係非常之好嘅。咁樓間距咧其實都係非常之闊啦。咁套樓咧，而且業主仲送埋所有嘅家私家電俾到你。咁我哋就嗱聲上去睇下套樓係點嘅。6米挑高嘅一個客廳咧，當時開發商偷雞嘅面積，依家就成為你嘅一個空間武器。本人咧就1.8米，咁大家可以睇到呢個6米嘅一個距離咧係非常之高嘅。咁套戶型咧係非常之正，點解咁講咧？因為佢餐廳同客廳咧係同闊嘅。咁呢度咧整整咧係有44個坪，咁可以做到啦5房2衛，仲送埋門口嘅一個入戶花園。而且我哋睇到嘅所有嘅家私家電咧，都係業主成交會送埋俾大家嘅。咁我哋再嚟睇睇個露台嘅情況啦。嗱，呢個露台都好闊，而且咧睇出去咧可以睇到我哋嘅園林。佢整體嘅小區嘅一個樓間距咧，其實都係好闊嘅。咁我哋後邊咧就係正就係萬達廣場啦。而且個露台大家可以睇到，因為佢6米挑高嘅一個原因啦，咁上面咧都係非常之開闊嘅啊。咁所以咧呢度係做咗一個升降嘅一個晾衣架啦，即係呢度空間咧，即係你晾衫嗰陣時咧，唔會影響到你客廳啊同埋採光啊呢啲景觀嘅問題啦。咁我哋再入嚟套房睇睇啦。咁1樓呢度咧係做咗2個房啊。咁我哋首先嚟睇睇門口呢度啊，門口呢度咧係送咗個差唔多10個方嘅一個入戶花園啦。咁呢度咧你就非常之大嘅空間啦。一般嚟講啲樓咧佢係做唔到咁大嘅一個入戶花園。咁你除咗可以做鞋櫃之外啦，呢度可以擺好多嘢。咁儲物空間係非常之夠嘅。除此之外咧，一入嚟左手邊咧就係第一個房。嗱，呢個房咧都有10零個平方。咁衣櫃啦、床啦，其實呢度咧就業主係住過嘅。因為業主依家急放咧，所以先會放出嚟。呢度睇出去咧，整體園林嘅一個感覺啦。大家可以睇到呢個感覺係非常之好嘅。今日係比較陰天啦，所以啲採光唔係幾好。樓間距包括埋視野係非常之 OK 嘅。呢套樓咧所在嘅樓層就係4樓，唔係好高，但係我哋睇出去咧一望無遺。嗱，呢個廚房好大啦。呢個廚房咧就非常之大嘅一個廚房啦。所有啲配套都係有嘅。如果你唔想執嘅話，其實佢所有依家住緊嘅都可以利用翻。嗱，呢度咧同我哋嘅主露台咧其實係差唔多闊噶啦。係咯，呢度睇出去咧整體嘅園林咧盡收眼內啦。下面咧就係我哋嘅園林，游泳池啊，包括埋兒童樂園啊、籃球場、乒乓球場啊，所有嘅設施咧，其實呢個樓盤因為佢超2000戶，所以佢嘅配套設施係非常之完善嘅。咁我哋再嚟睇睇1樓嘅一個主人房嘅情況啦。嗱，呢個咧就係衛生間啦。衛生間咧佢完全可以做到3段式分離嘅，不過佢依家係冇做隔斷，然後係有明窗嘅。
咁呢個房咧係差唔多有17個平方噶啦，16點幾。嗱，呢個房咧大家可以睇到個床咧擺到1.8米都係好闊噶啦。而且佢呢個飄窗咧係非常之好用。點解啊？因為呢度係朝南嘅，然後咧呢邊咧可以睇遠南，呢邊咧都可以睇遠南，兩邊景觀。咁1樓咧嘅空間已經咁大啦，因為佢嘅一個面積咧係122個方。佢可以做到2層嘅，係真正嘅一個複式嚟嘅。咁我哋由1樓嘅樓梯咧，我哋就可以直接上到去2樓啦。2樓呢度咧，佢係做咗3個房啦，然後咧係一個衛生間嘅一個空間啦。嗱，呢度咧個私隱性複式咧就體現咗出嚟啦。我哋喺樓下呢度望出去咧，其實咧套房咧係感覺得非常之舒適嘅，好闊嘅。咁其實你下面咧有2個房，上面咧有3個房，即係你人多又好，或者你得2個人住又好，樓上樓下咧，即係你可以單獨使用，隱私性咧係非常之好嘅。咁呢度咧就係樓下嘅一個入戶花園對上嚟同樣面積嘅地方啦。呢度其實都可以做個功能房嘅，即係你屬於你嘅功能房。咁成面窗呢度咧全部都係採光，都係做咗窗嘅。咁呢個採光同埋通透性咧，呢個房其實好好嘅。咁你用嚟打機又好啦，工作又好啦，你嘅私人空間。咁呢個咧係第2個嘅次臥室，樓上呢度嘅。咁樓上嘅房咧會比樓下咧每個平方咧即係每個房會大1個平方左右啦，1點幾個平方。咁同樓下咧係差唔多，一樣睇出去嘅一個景觀啦，比樓下咧會再好少少。咁我哋最後咧嚟睇睇，即係主人房度。嗱，呢度咧仲有個空間係冇利用起身嘅，就係樓下咧即係廚房嘅一個位置，包括埋咧我哋依家所在嘅呢個樓梯間嘅一個位置咧，呢度有30幾個平方。完全可以利用起身啦。即係依家咧豪宅其實講到尾咧，呢啲空間都係用嚟嘥嘅。即係豪宅咧，即係呢啲奢侈嘅一個體驗啦。嗱，呢個就係主人房嘅一個洗手間，同樓下一樣嘅。咁呢個房咧比樓下仲要大，係超18個平方嘅。呢個房主人房所以話樓上咧比樓下咧係要大少少，同樣係配備咗個飄窗啦。嗱，呢個咧係122個平方，可以做到2層嘅。咁戶型同埋咧地理位置係非常之正。咁我哋就忍唔住再俾個鏡頭俾到大家展示整套房嘅一個情況啦。業主咧就已經蝕讓3次㗎啦。呢套樓我哋唔使自己劈價，因為業主係要求你1個月內咧係要賣出去嘅，而且我哋好多中介同行咧已經係心喐喐啦。呢套樓入佔面積係122.86平嘅，咁佢嘅掛盤咧係138萬。如果圍起身2層樓咁樣計嘅話，其實佢得5000零蚊嘅啫，所以唔好問，即刻要預約睇樓啦。可能對你嘅話仲係有緣分嘅呢套樓。咁如果想要買咧大陸呢啲筍盤嘅話，咁就揾阿威本地人揸正經紀牌嘅，而且咧我都係前碧桂園咧營銷總，親自為你買到新頭號啦。咁呢期咧我哋嘅節目就到呢度啦，咁我哋就下期見啦，拜拜。